中醫藥被稱為打開中華文明寶庫嘅鎖匙。漢朝張騫通西域，明代鄭和下西洋，都將中醫藥帶到海外，亦引進咗唔少外來藥材。時至今日，中醫藥已經傳播到世界196個國家同地區，全球有超過1/3人口曾經接受中醫治療。中國同唔同嘅國家、地區或組織合作建設咗30個中醫藥海外中心，並推動制定頒布119項中醫藥國際標準。中醫亦受到國際組織嘅認可。2010年，針灸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。《黃帝內經》、《本草綱目》等典籍被聯合國列入世界記憶名錄。2019年嘅世衛大會上面，源於中醫藥嘅傳統醫學章節首次被納入國際疾病分類，擁有標準化代碼，代表中醫正式進入世界衛生體系，獲得通用語言。中醫藥被視為中國嘅文化符號之一，佢就好似一位特別嘅使者，推動文化出海，持續造福各國人民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